第15屆中華人民共和國運動會即係全運會，即將喺11月9日至21日喺廣東、香港同澳門舉行。呢一次係國家最高水平、最大規模嘅綜合性運動會，全國各地嘅頂尖運動員將喺34個競賽項目中比拼高低。香港首次參與舉辦全運會，將會承辦8個競賽嘅項目，包括籃球、場地自行車、擊劍、高爾夫球、手球、7人制橄欖球、鐵人3項及沙灘排球，以及群眾賽事活動保齡球。此外，由深圳同珠海分別舉行嘅馬拉松及公路自行車賽事，將以跨境嘅形式舉行，以展現粵港澳3地融合發展。堅雜誌同堅料網將會全程直擊報導呢一次全運會嘅開幕式同閉幕式，以及各項嘅精彩賽事。全運會火炬傳遞本月2號喺香港、澳門、廣州、深圳4地同步舉行。呢一個係全運會歷史上首次跨境火炬傳遞，亦都係全運會火炬首次喺香港傳遞。嚟自各界共200名嘅火炬手，手擎名為綻放嘅火炬，喺大灣區4個城市同步傳遞。今次火炬傳遞咧喺廣東、香港同埋澳門3地咧係同日啟動嘅，唔單止係一項創舉，更加係充分展現出粵港澳大灣區嘅獨特優勢。粵港澳3地同心協力，融合發展，匯聚更強嘅能量，共同建設國際一流嘅灣區同埋世界級嘅城市群。香港火炬傳遞嘅路線呢，就好似一次城市巡遊。50位火炬手呢，將會穿梭喺我哋引以為傲嘅城市地標以及現代化嘅體育設施，由享譽世界嘅維多利亞港到象徵蓬勃體育發展嘅啟德體育園。火炬所到之處呢，都會向全世界展示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同埋盛事之都嘅非凡魅力。香港站嘅50位火炬手近半嚟自體育界，包括負責手棒嘅乒乓球運動員黃鎮廷、欖球運動員姚錦成等等，亦都有多位來自社會各界嘅知名人士參與，包括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霍震霆、信和集團主席黃永光、恒基兆業地產集團主席李嘉誠、新鴻基地產集團執行董事郭基輝、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等。最後一棒就由劍擊運動員佘善恩點燃火盆。全運會開幕禮將會喺11月9日舉行，香港已經準備就緒，歡迎嚟自全國各地乃至全球嘅體育愛好者。呢一個全國性嘅體育盛事，亦將為香港帶嚟一個充滿激情同埋歡欣嘅時光，讓全港市民盡情地享受。堅雜誌堅料網將會全程報導，將精彩嘅賽事呈現俾讀者。